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全台湾有3成的儿童甲青少年体重超磅。有医师就警告，大块的青少年8成大汉了后，也是同款的大块，安尼恐惊会增加高血压，还有心脏病等等的风险。另一搭有一个13岁查甫囡仔，因为大块，毋但有像查某人的胸坎，还有轻度肝包油的问题。 儿童甲青少年也有可能有脂肪肝。一个13岁查甫囡仔胸部胖胖，有将近查某人穿 A size 的呢皮啊，因为惊去互同学笑，定定找理由毋敢上游泳课。家长是怀疑是毋是发育上早，带去互医生看，无想到是因为伤大块。经过检查发现，查某囡仔毋但体重过重，佫出现肝功能无正常，也佫有轻度脂肪肝甲肝纤维化。小朋友如果他们的体重没有控制的话，长期下来也会跟大人一样有这个脂肪肝、慢性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有肝癌的风险。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台湾高中生伤过重、伤大块的比率是30.6%，高中生原来达到28.9%，平均每3个青少年都有一个体重超过标准。 医师是烦恼一寡家长想讲，囡仔大汉都会体悬变散，不过事实上将近8成大块的青少年，伫成年了后也是会继续大块，也佫较会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这些心血管的问题。那我们都知道会有3高：高血压、高血脂以及高血糖。我们也研究发现，有一些早发性的这些像血糖或者是难以控制的血压的问题，也会是息息相关的。医师提醒，青少年减重上介好的方法，就是为饮食甲运动做起。平常时啊，食白滚水代替有糖的饮料，加两果四小啊，还有饼，这大部分会伤甜伤油，热量悬，这拢较莫食。 另外，嘛要保持适当的运动，千万唔通以网络流传的168断食法，一加生酮饮食，互囡仔来减重。建议家长会当咨询医师，讨论上介适当的减重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